一直打，不停的打，直到肉馅粘稠为止。哎呀，嘿，哎呀，呀！哎呀，这门可得拴好，要不就那些贪吃的羊过来就吃，拿不住。哎呀，嘿呀，妹妹给我递过来的这个手套还是暖和，尤其是可爱，是吧？好可爱。再扔一块就够了。俺们可吃得香的，我也饿了，回家做饭去。哎呀，又偷吃了你！哎呀，这家伙天天偷吃。我看你是最小的，今天就吃你了。今天就做个牛肉丸子吃吧。先把它切成馅儿，这得剁得碎碎的，越碎越好。拿这个敲，越敲越有嚼劲儿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办法。哎，可以了。肉好了，放点调料，咸盐，放点13香，放点淀粉，鸡蛋，从一个方向搅拌。家人们猜一猜，这种做的牛肉丸子吃起来多筋道。起锅烧油，炸丸子。丸子好了，捞出来吧。丸子好了，切点配菜，把它们串起来，一会儿蘸辣乎乎吃。串点刚炸好的牛肉丸，蒸的这个辣乎乎也好了。先尝一口这个丸子吧，把这些都放里面吧，再吃这个。丸子还是好吃。以后你们就跟阿姐一样这样吃，太香了。阿姐我的呢？